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初衷了哈，我们的整个推广的目的跟那个它的缘起哈，跟大家来做报告。有看到哈，有看到的这个简报档哈，你看一下，有哈，好，这个呢，其实我们推广的目的大概有3个目的了哈。第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希望族语使用，能够让我们的使用跟我们的族语文字化能够普及。那包括我们今年也做了第二届的这个德鲁古的文学奖，那也蛮多的作品哈。那我们大概陆陆续续就会慢慢，我们把德鲁古的这样的族语慢慢朝向文字化这样的方式来去做哈。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透过一些绘本哈，大家把那个苏央把的马就把那个说那个跟着上代的德鲁古，给你我们不可能透过马上这样子来做，所以分梯次的。那这一次呢是有5个领域哈，不同的领域，大家就把一些文化的部分，不管是 Gaya， 不管是说那个汉当的德鲁古乌耶斯的，我们慢慢来做一些介绍，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去做。那么第3个就是我们待会会有一些讨论哈。那讨论的议题的话，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来讨论哈。我们现在好像是跟你大叔家跟卡兰赛样，你怎么看待现在的时代对我们原住民的这些议题？那都可以透过待会儿可以一起来讨论。那些时候你看咖喱都有这个分享的杀叔咖喱都，我们会送1本，就是这个哈，就是《奔向灵巧》这本书哈，试读本会送给你。好，所以大家就一起来讨论哈。我们尽量用对咖喱都要过滤我们还是一样尽量了哈。但是那些时候谁话你可以用华语都没有关系哈。都没咖喱当然了，给你不能够这个妈妈的我们是看不来。好，这是我们的目的哈。那巴蒂斯尼奥大概我们邀请了5个主题跟大家来报告一下。第一个就是我写的哈，就是家是幸福的沙巴，我们的能力感哈，就是幸福之所在。那我们请我的牧师帮我来校稿哈，审查。第2篇是待会儿呢，就是也是请杨圣图校长，不公干嘛不给了，还干嘛？但是呢，跟乌德斯托古。哦，那给你基罗牧师是他的审查委员哈，那我们大概初步都已经完成撰写跟审查的动作。因为沙曼的一样6点半开始，那我们请基罗牧师他来讲太鲁阁事件的灵魂人物了哈，哈洛纳维，他是一个传记哈，人物传记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我们也谢谢伊约牧师也帮忙做一个审查的工作哈。给你沙曼的第2场。是那个简老师他的专业了哈，给你不安很难乌亚德鲁古斯表，就太鲁阁族的传统歌谣的构音哈，是哪一些音？怎么会产生这样的音哈？那他有一些脉络，给你简老师会用他的专业，他已经也写好哈，那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我们也谢谢还有牧师帮他做一个审查的动作啊。给你礼拜4现在最后一场就是要请那个西部米德格萨主任，还有跟马德斯尼亚，他是写他自己的人生我觉得很有意思哈。提盖瑟斯布雷纳跟的山达安斯比奥就是他自己的一生的一种生活的描述了哈。那蔡主任跟他就是来做一些分享哈。布希校长也帮他做一些校稿。大概呢，我们这一本书大概有这5篇的单元，5篇的主题来跟大家来做分享。这一次我们去透过3天哈，像今天有2场，萨曼都有2场，礼拜4有1场，顺便做一个综合的座谈。因为我希望今天能够加入的，那3场都能够加入，因为主题都不一样，都很精彩哈。我们可以来做一些更好的一些分享哈。好，那我们的流程大概是这样哈。那我的时间还有1分钟哈，就是我会讲这个完了之后，我们大概就会50分钟由撰写人来做报告跟分享。20分钟的话，我们有一些题目跟大家一起来讨论，10分钟休息。那么再来第2场8点开始，我们再请第二场次的，按照这种方式来做哈。给你希望我们的这个几天不会那么样的无聊了哈，让大家去读一下，我们也会请你读哈。
读这个我们写的文章哈，看看有哪些因还的领悟呢，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修正哈，都没有问题哈。好，那所以期待大家踊跃坚持听3场哈，我们大概是安排是这样哈，今天、明天跟大后天哈，星期四啊，星期四的时间大概是这样哈。好，这样的我就直接进到我的这样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那个西林那么，那西乌阿多，我们就开始哈。由我来发表我的文章哈，第一篇文章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些分享哈。好，我就直接跳到我的简报哈。好，有看到吗？你看，有看到？有，你看，对，给我回应。你看，好。这个是我写的，为什么要写这个？我有自己的一个脉络了。你看到那时候，那些，我为什么要写这个？那我觉得家是很重要的基本的单位了啊。那我们那个人物的就是合宜或者很适合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感，我是用幸福了哈，用幸福这个华语来代替我们那个任务，就是非常适合的。那怎么样让家里变成很适合？那个用把那个你看个沙巴是menu把那沙巴，要成为什么样？有，请问你有换简报吗？我有换简报。现在还是那个坚持听3场。OK， 好，谢谢。对，要提醒我哈。好，我马上换哈，马上换。他这个怎么没办法读？没关系，应该是不的，这个原因我知道了。不要，我用，不好意思哈，我再来调一下。好，请问有看到了吗？有哈，好，你看，我看到了，好，这是我写的一篇了哈，就是家的幸福所在哈。好，那一到 Gaia 是呢，每一个可能对 Gaia 的这个解读不一样哈。那我是从这4个层面来看 Gaia。Gaia 不是把它误读哈，我们不管怎么样，一的大是拉的把它误读可以的。给你误读算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误读巴老，不管是误读罗丹，我觉得我们德鲁古的那个 Gaia 是源自于那种心灵神灵。给你不贵的大概人的一生大概就分成，比如说生命，我们生命也有生命的 Gaia。给你撒巴后那个 Gaia 哦嘞，而且皮鲁蹦跟阿那马鲁说呢，一旦那个 Gaia 是干那呀。给你我们怎么看待社会也有自己的 Gaia。我们怎么看待自然？你看那时候你看的 Gaia 是呢，好像是跟你的，一旦那个 Gaia 是干那呀。所以 Gaia 是呢是非常的广泛非常的大的。那所以不管怎么样，一旦什么 Gaia 把那个一大多个，所以基本上我把 Gaia 区分成这个，我就可以去慢慢的想，我们要从怎么样才比较能够把那首 Gaia 个无的。那所以这个是我的起初的想法哈。那再来就是这是我大概去年发表的一篇小论文哈，就是一直在讲原住民的素养，一直在讲素养教育啦，或108课纲，可是我们却往往没有想到原住民的素养教育是什么。Mano mereka sediakan ke ita sedhayan, ita atau tulisan kelegan tempusu atau ita terupu。这基本上我也是用3面9项这个部分来去做哈。那这个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详细的还有哈，比如说我到这个实践这边有一些想法是什么，这个也是累积我们德鲁古的一些智慧。好，那我写这篇文章比较大的初衷是，第一个是家了哈，
撒巴逊哦，给你补述了一个我们德鲁古社会化的历程，就是一个小孩子要适应社会之前很重要的一个养成的单位就是撒巴。所以我们德鲁古社会化不像一般的Sebenawan 或者卑南族，他们有所谓的聚会所，他们聚会所是那种社会化的过程。你要变成一个成年人，就必须要在这样的一个组织里面聚会所，社会化的时候，你才可以适应未来的部落或者是社会。一到德鲁古不一样，我们都家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化的养成的一个基盘。那些马六个沙巴啊，那些马六个路灯，鲁敦巴的个路灯呢，这个小孩子就非常非常好。同样的，如果这个家是不健全的家，ini hari minggu pada ke sapa niksun ka kini laki meni ke laki sun ha so aji miskan balai aji hari tuku balai， 所以我们看待家是很重要的，特别是我们德国哈，所以我才写了这一篇这个家哈。sapa sun hoi tuksun maha minggu pada ke sapa ni dan ni kanta kini ida ni kan kiskan hai gaya 好吗讲 gaya ida ni kan kiskan hai baru pada ke itu 哈，有很大的途径哈，很大的途径在里面。第二个就是我一直想要打破一个观念哈，就是什么叫父系，什么叫母系。其实父系，很多人都讲说德鲁古亚木，德鲁古父系社会该亚木啊，是那不说该亚木啊，是没有错，但是这是汉人的观点。后来我问了一些汉人的一些朋友，而且我从一些资料查，他们所谓的父系社会跟母系社会只有一个。决定母系跟父系的社会有一个东西，就是财产的分配权。谁拥有财产的分配权，大概那个就是那个系统的。所以在德国都马苏绍泰干马努伊达罗丹伊达大马，所以他们就认为我们是父系社会。Sebenawan他们在分配财产是妈妈在分配财产，所以他们是觉得那是母系社会。实际上那个是汉人的刻板印象。所以好像不是这样哈，虽然分配财产是大妈跟分配财产，可是大妈要在分配财产的时候，一定会跟太太，母母一定会讨论，一定要看叫不能跟他，就例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都有分工了，你看咱们啥时候kepahan senau kan ni kepahan kuah kan ni， 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很有性平的观念，你的德国啊。不过我们常常会被所谓的汉人的这种父系社会、母系社会的这个刻板印象架构所牵制住。所以这篇文章我们要破除这样的一个想法。实际上德国是很平权的哈，很要求senau kepahan nak senau， 你看 skinny nak bubu，so你看ita德国，你看benkeran tak kepahan kan。第三个就是我们要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呢？就是从我们德鲁古的主体性来看。我常常听我爸爸跟我们部落的老人，特别是我以前的老牧师赖牧师一直跟我们讲说 ，erot 给呀，我们说 erot， mano bade erot 这个狗。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德鲁古贯称男主人叫 erot 给人杀法，不要kenabi 墙壁。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老人家称男主人是 erot， 女主人是 kenabi 的时候，各自分担不同的工作。所以基本上从德鲁古的主体性，我们来看德鲁古的一个性平的观念，这样就破除了所谓的父系跟母系的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那第三个都蛮的好，就是最后一段是让家成为幸福的所在哈。好，那这篇文章大概它的架构是这样，我分成这个3段哈。第一段就是第一段是讲 erot， 解释一下 erot 是什么，然后再来是 mano bade kenabi。那 erot 不是只有单指那个梁柱，它背后有很大的一个背后的文化因素，背后有很大的一个这个说蛮好 melibat kali 就是有一种隐喻成男生 erot 的意义是什么。kenabi 也是这样，墙壁有它后面的意义。所以我们不是单看墙壁而已，墙壁后面的文化因素是我们要去看的。为什么老人家会这样讲？好，那这个3P 了哈，不要想歪哈，这个3P 慢了，3P 就是那种元素了哈，就是要让家里变成幸福所在的一个不输吧的 Luna。你看 Dero， 第一个是这个高文要平等去对待，第一个是不个阿六。要合一的谈一些事情，不能说你讲的对，我讲的不对，好，那一定要好好。第三个，逐步咁样办。
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3P 了哈，用德国的家不高不得高不高阿族，而且舒服，这样的家才是好家。这个嘛，那个任务把它看这里，所以基本上我的这个文章的结构大概是这样哈。好，现在我再进入段了哈。好，那我们这个部分哦，我看我要请人家来念哦，这个丁阿跟来哈第一段，我想请那个不要不好意思啊，被点到的你就念一下哈。好，我们请那个蓝月梅老师来念第一段好不好？有看到吗？第一段哦，念到这里就好了。好，来，蓝老师。蓝月梅老师有在线上吗？哦，好，被点名没有到的，我们通常都会扣分的哈。对，听得到吗？有喊我还以为你不在呢。好，来，蓝老师来念一下，念好。Baru hari ini hak dulu. Siapa? Senau ni. Dia ni. Ana senau. Senau ni kali ludan. Ya, 是这个吗？这个看不到了。Ana senau, ana kuya. 校长要不要把它剪到全荧幕？全荧幕好，这样可以吗？太好看了，好，给我把整对。我要这样滑，因为我是用那个手机啊。给哈，Ana senau, ana kuya。这好像是我的。Kuasan ni mentetuku. Telah do ida maha mesetelung ni megalahok megalahol dengan berulah apa ya？ 到这里吗？好，到这里好。谁自告奋勇来念后面的这个，一直到这里。好，来一把。那个阿岛校长也在线上哈，阿岛校长来念一下，阿岛。你个，你看，喂，好，有，哎，好。Sauni ka kali ludan truku seufal. Papa, sun o kika pusu balay berehan holi pagdahu ahon adang. Layak kendesan. Demudul ni demagsa na kay ni melutut na kayan. Kayan. 好，谢谢高校长。来，最后一段我们再请伊玛的来念一下。丽兰在线上啊，丽兰。好，我们我来好，要伊玛手。突然。今晚好，来吧，来哪里了哈？来哈。蒂亚尼这个。这个有看到吗？我没看到。1、2、3、4、5、6，第6行这个蒂亚尼。好，我知道，我看到了。好，蒂亚尼不是sejak anda hangni menudur sapa jika palu badai seapa dahar. Tiani tama senau sunga mengangal sauni pahon ita ruku。好，对哈。Manu pada ke ini sekarang ini， 这个意思是什么哈？这个 anak senau anak kuya， 谁可以稍微用华语解释一下这一段在讲什么？谁可以来讲一下这个意思是什么？无论男孩或者是女孩是吗？哎，对，Manu pada kan sekarang， 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Hoka saunika hangkawasan ni tutuku hari berdo
有一些能力的时候，就会结婚了啦啊，就会组成一个新的家庭。sau ni kali rudan sukan就是托个很寡善的，你看个 berak sudah kedua sun strong kini kuyo aja senau kini semalu kingan kini bergahau kingan luan bergurah sapah kini sapah suno mana hao kita pusu balai berihan 这是价值哈，你要看什么样对什么样的价值呢 ？Holy kita ho kapahon adam 一个部落的事物。一个能够来帮忙部落事务的这个家庭很重要，就大家跟着闪，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这个家庭也有相当的价值在里面。就你就是那种传宗接代的那样的意义都在家里面，所以家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你不输巴雷，你卡巴雷不厉害的高丽少你卡阿爸，第二你不输设计更大行。这个不数设计更大行数呢，就是家庭的主要的照护者啊，家庭的主要的照护更大行好伊嘛好，你的大马，给你这个工作是蛮重的，这些就是大马跟生老，他就必须要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来负责主要的照顾这个家庭非常重要的人物了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中文的哦，我有大概翻了一下哈，中文给大家看一下哈，中文大概是这样。这个哈，中文的就是家扮演支持部落行政事务啦，丰富家庭生活哈，所以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家庭守护者啊，所以爸爸男人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好，这是在讲第一段哈。好，我们再回到第二段哈。好，第二段这个部分呢，我们再请哈把这个第二段把它念完哈，把它念完的，我想请一个老师哈，高慧珍老师。慧珍，你来念这一段好不好？来。好。亚萨少尼跟实际亚萨少尼跟是合计人是那阿爸的哈嘎的大马尼的生脑哦，没得嘎不输路啥吧？今年路顺哈，了米巴的行安。大马尼的生脑屋里哦，好，那慧珍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吗？亚萨少尼跟司机跟是很基本也有怀孕的意思，但是对对啊，因为这个因为这个负担很重哈，这个跟黑吉兰也有怀孕的意思哈，可是我在这边是讲的重担了哈，重担，这样的背的重担，达玛尼生老顺哦，他的背的重担非常的重，所以我们的干嘛呢？我们的一个家的二就像一个家的梁柱一样，好，给你二村的米巴咖喱的，就是把它隐喻了哈，这个米巴是有点隐喻哈，隐喻。就是把它比喻或者隐喻是那个爸爸跟生老的上面不等个汉的二村跟有生老的，所以这个部分是有它一定的一个你看嘎松的斯卡海啊，那个嘎松的斯卡海，它有它的一个伦理哈。我们看一下第二段哈，解释大概是这个样子。好，我们继续哦，第三段哈，这个德罗克内的哈。第三段好，比较长一点哈。好，到这里哈，一直到这里，我们请两个老师来念哈。第一个巴黑念，1、2、3、4、5，1、2、3、4，好，谁要自愿念的？有没有自愿念的？来，可以自愿来念的。我来好了。好，来，伊玛说，闭嘴。闭嘴啊呀，好，来闭嘴来。Anaya puso balay teman ka luan sapah ka tama ni senaw nasi ungat bubu ni kuyoh demayaw lekoh kiska na hayado ida aji mha mislekhan balay Medeka sau 跟等一下挡住了
Qanabil. Qanabil ka luan sapah ka Henigan. Berbubu ni ki kuyuh misaka kali ludan teruku. Penabil o pusu badai sesan sedahar sejik dekat kuyuh ni bubu o malubi sedahar sedahar koli sapah ana senterung palu kuyuh ni palu bagi hol sida o ida penabil ka gemhatul ni pendahang sapah。好，对啊，很会不的，谢谢哈。Qanabil围墙哈，那是我那耳有我那Qanabil那个风吹雨打那个耳迟早会坏掉了啊，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那个墙壁也很重要。busuk pada kini menanyakan sapah oh busuk pada ke Qanabil oleh paru pada berehan kat sapah ke Qanabil. Kini anak saya semtolong paru kuyuh, paru begihal, 狂风暴雨哈，anak semtolong ni ida Qanabil ta man ha gam hetul saunika paru kuyuh。所以会阻挡，所以你看嘛，Qanabil了三灯三那个摩伊达的呢，我们就会靠墙壁嘛休息。妈妈的角色好像也是这样啊。我们的时候那个bubu嘞，anak hamuya oh bubu ka pilukoh pada sapah, bubu ka puso pada demayo de snow, demayo tama. Kini kita ni kembali berihan ke tiang sapah。我写的这个第三段就最主要在描述 Qanabil 的意思背后的意思就是护卫家里非常重要的。好，你那些umat erot 不成家，啊就sapah kita， 那些umat Qanabil erot 都idam haman na tehni aja maha takur 的什么 erot， 所以两个很重要哈。好，我们看我的解释是这样哈，华语的解释。你看，即便父亲男人在家中最主要，但是没有妈妈跟女人在旁协助同工的话，成效是不够完的。阿吉mestikan mereka pahon oleh sapah, asikan ni kan tama bubu, senau kuyuh, suupu kemapaho kikemha mestikan mereka sapah。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老人家讲墙壁一样，墙壁是人靠的地方，就像妈妈一样啊。所以墙壁总是扮演阻挡，对了，就流慢的好，pendahang sapah ka henigan hang。所以这是第三段了，本来一个。好，我们看第四段哈。好，我们继续。好，第四段谁要念一下 ？Sebagai ima。谁要谁要？好，来，好，ima so。pisau啊，对了，啊，pisau 自想哈，好。Anaya kibisau tama ni senau ka usu kemdahang luan sapah kesun ka kena kedesan teluku sunta lemlung ni kemita ta elu kempahun ka sapah o kibi aji hari saukia tama ni bubu senau ni kuyuh ungat ka ima palu ni ima ka temhangun kali yasa wana kingambika dengusun ha kika iu kekelana ni sebelayak sapah asal sauni tekaun masuk ke pahun gaaduk pelengau kemdahang ni demulun takian nasi sokia do kika madu biksun sapah menelengu nenyekan。哇，好，这才是幸福之所在。谢谢哈。哇，这个匕首念得很标准哈。好，给你你看了最后一段哈，最后一段就整合了哈，整合不管是anak tama anak senau ungat ka ima paru ima bida ungat ka ima ka bangun kali ida asyik ke peperengau pega-aduk peperengau kini masuk ke pahon dekat tekana kaun tak masuk ke pahon ajo pendahang tak zakian
ajiwanak tama ka kendahan, ajiwanak bubu ka kendahan. Nasi sauni do tiga lingu badai ka pahon ka sapa。所以这个是最后一段哈，最后一段，所以我写的文章也不长哈，就大概就是把一些我们德鲁古的那个平权，德鲁古kawan kami tak tamat ni bubu， ingat ke imak paru imak ke bilang， 给你书播这么白。我们看第4段的华语的翻译哈，好，这个就是华语的翻译，刚刚念的大概是这个样子哈。我这边看着好像 Gibi sau tamak ni bubuk ka tamak ni senau ka pusu pada kemendahan， 其实阿姐tahun dekat udah kepahan sapah sayang aji sau piao bubuk ka lumut pada kemendahan sapah uliao， 好像不是这样哈，所以爸爸妈妈这个就是一个平权的概念哈，给你们的看了，给你 manu pada kejemusun tak iyo kepada kekelana pada kekiran sapah。iyo kepada tuku pada kekiran sapah， 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不管是爸爸妈妈，目的只有一个，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丰足，让家庭更有序。好，jika pusu pada kehendak dengusun tak， 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好，所以那个最主要是用这篇文章来跟大家来做分享。好，给你 sayang 的我们还有了5分钟要提醒我哈。好，现在呢，我有一些问题哈，也是放在我们这本书里面的哈。这本书里面有我里面大概有红字啊，我上面有一些红字，这个红字都是生词哈，我把它当做一个蛮好那个把它生哈基伦哈，就是那个我们的重要的词汇，我就用红色这个来看，有一些是复合词，有一些是成语，像anak ya aki bisau，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未来我们可以写文章哈，那亚 Gibi 说好看起来好像是什么这样，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但是不见得是这样啊。Gibi Gibi 阿基哈利烧基啊，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哈。所以像这样我就会把它变成一个可以运用的词汇哈。以后我们写文章就可以用这样的词汇来写哈。好，那还有一些这个不是什么那个不是啊，就是坚固哈，坚固，那比墙壁。是大很依靠的，那这些都是我的生字，我的生字有43个哈。那个sepatun teroga， 说那个batas senhajilum senhajilum sekarang ya， 有43个哈。那如果有拿到这一本书，你们就可以看有43个可以好好利用的一些词汇。好，不贵呢的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想想看哈。好，这个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就是。要请大家分享，有讲话的就有一本书了哈，有讲话就有一本书了哈。好，我把它弄一下哈。好，有看到哈。好，有看到。好，来，我们看一下，来第一题，我们Ima Spuna 来 ，Ima Spuna， 谁来念？Yak siapa? Yaku ah. Oh, hai. Aku minyak toing, apa tilu kangahan. Han toing, wah. Ana bilabang. Mang ke spoon tak, nuna 想想看kingan ni ne, kia. Kia. Hang. Kingan ni, macam kingan ni. Balau kan ne? Kia, balau ni ha. Maksud melibak pertahanan lut ka tama ni senau ho. 好，kia. Hamu ya ho. Maksud melibak pertahanan lut ka tama ni tama ni senau。来，谁可以回答这个？刚刚我们有读嘛哈。来，你可以用华语回答，也可以用那个德鲁古回答，一半都可以。Lut Mano lut 啊？ lut 柱子吗？梁柱 lut 梁柱嘿，lut 村的梁柱啊。梁柱。哦，好。Kena bilo 围篱吗？墙壁的那边。好，lut 我们先来回答这个，谁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Maksud lut ka taman ni senau。Taman ni senau jam dekat。请举手就有输了。
哦，慧珍来，慧珍来，你讲哈，来，达玛尼欧，达玛尼欧就像家中最主要的依靠。如果没有像也是如果没有母亲跟女人在旁边协助同工的话，这是我们只讲男啊，我们只讲 earth。哦，他是在家中最重要的依靠。巴鲁斯特曼嘎达玛，给的不论是在，因为他会保护一些在家中每个大大小小的事情，所以而且他在就是达玛路丁，就是代表就是说可以掌权一切家中的一些，比如说刚刚校长有在讲的一些财产啊，好，就是有对财产，还有一些像一些照顾一些的，就是因为门后的财产就是会逐步收本偶，也可以当做纠察队的样子啊，对，就在家中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说比较，因为早期的观念是爸爸比较大，嘿，所以我们比较是说，我们要去不论去决定什么事情，都是要先从爸爸的口中能够让我们去分担一些各种的事物，这样大概就这样。OK， 好，很好。那个有没有看到我的那个讯息那边有个叫一柱擎天，有没有？mereka sokia tamak, dengan tamak是2那些umat的沙巴啊，所以那个2是很重要的，通常都是最后maha mislagu pada ke 2 ke Muhammad pada Sabah seluan dah， seluan dah Sabah Muhammad pada。那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哈，所以刚刚也讲了哈，好，很好，那慧珍就拿一本书了哈，慧珍好，那个尤里会把它记下来。哎，好，第二个问题来。第二个问题，谁可以念？然后顺便回答。谁可以念？举手。哎，有人举手了啊！佩云来，佩云在台北哈。对，不好意思，我那个喉咙有点不太舒服，那我可能发音可能有点不太准。对，没关系。马克孙跟那比嘎姆布尼古有后，跟那比是那个墙壁的意思，然后刚刚文中有提醒我们，就是说跟那比是那个沙安那个哈雷沙安不是大汉是讲噶布布尼古有很少，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妈妈的角色就是让孩子们有依靠，让丈夫可以让他是成为丈夫的一个帮助，所以家里面的母亲。女人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我的解释。很好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妈妈常常是一种安慰者的角色哈。那些时候因为男生比较比较爱面子了哈，通常要出去的都是妈妈哈。还有一个那些时候，如果我们家里的人，不管是男生啊，不管是先生、孙老阿姐拉给，在外面做什么样的事情，人家要来那个有点要说敏感的那个，其实应该要站出来是妈妈了，爸爸出来就很麻烦了哈，站出来应该是妈妈，因为妈妈是护卫的角色。妈妈最重要就是要保护里面的人都能够非常的平安哈，所以妈妈的角色也是一个安慰者，她更是一个所以这个家里有妈妈很重要哈，所以各位妈妈老师哈，你们在家里面很重要哈，补书吧嘞。好，很谢谢佩云哈，佩云拿到一本书了哈，好，佩云哈，好，谢谢。给你3的，我们在第3个问题来，伊玛，谁可以来念，可以来回答？还有书哦，来。Kataan suka tenggelam kendesan teluku o ima ka pusu isun pendahang sapaho kamu ya bubu aji do kuyah na. Ya. Sa dia pendahang pusu sun pendahang sapah tama ule. 对，打猫嘞。
Tamani Bubu. Ya, Tamani Bubu ya sa Kamdahang Sapah o tama kia. So aji so yahon kulmuso ana ima so nakasijak ka. Aji do nakauda. Bubu do o kamdawa da kay ni damayaw sun senaw ni muda Kolis o daun Sapah. Ika maha malu bika kiawan Sapah ni. Kia hau so ni kay. Madu pada kali so, madu pada sulan ho. Kia.呀，难怪你的家里很成功啊哈，议员也很爱你啊哈。我也是不来。很好哈，所以我们讨论的是没有标准答案哈，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我们的背景都不一样。也许伊用牧师他的背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柔丹跟黑啊。所以大多哇，该打里该打，不让哈里该打的，我们看的角度会不同，所以没有谁对谁错哈。刚刚苏兰讲的非常好，给你Tama Bubu Senau Kuya Kamdahang Sapah kan，我们的kawan Tamita kan都一样，都是家庭的守护者哈。好，这样pakai tebaga哈，谢谢苏兰，好，谢谢苏兰。好，苏兰也有一本书了哈。我也是把那buku dasar。好，来第4个。我那个senau，我的那个senau的，来，我们保上名额给男生，好不好？伊玛都要申报，也可以来回答。好，请伊玛好，批准啊，伊的批准干嘛就批准呢？好，批准。Lelungun taka uda pahan Sapah sayang Oya taksun masuk pahan ka Muhammadu hari ho 好，就是分配工作。现在的世代大概3就是家里就是没有说很多的山啊，没阿吉烧古有一代4 Sapah Sapah， 大家都有那个双薪的家庭嘛，所以大家都你看时候互补万的山啊，有的是男生一定有一个好的后盾，就是女孩子嘛，老婆嘛，然后互相呢，但是说有的上班家里就要靠谁在，不管是妈妈还是爸爸。身兼母子，你身兼父子，对吗？那个很容易的，夫妻嘛，所以有时候小孩子没当个那个哦，还是要有的大人在看。你看，kalau dan kemita ni kita jemha没当，jemha bunuh那个呀，所以不是比较是那样的咯，大概我大概收那个什么，会这个masuk ke pahon nama ke Sapah nama pahan的ima ke mahapui pahan也mahapui哦，我也可以，我在家里我也可以洗衣服扫地了个啊，那我什么都会做个也是妈妈这个kuah sudah ya 都是马上如果什么事我都可以做啊个，所以互相了。大家某一个8个国都就是我们主要干那个，所以那三个都可以多功能的，因为现在都很低调了。以前刚开始按照8经提供哦，比较还那个会比较他们都就是会慢慢体验说，大家都在工作，大家还是要男孩子还可以做的更多，如果要出差了，其实我们在互相的时候有你的怎么干呢？真的很累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你怎么样的？小孩子的时间你这个干哪里？大家都去读书呢，衣服还是要有人洗哩。我大概我们家里就是这样而已，互相了，没有说一定要谁去做大男人主义啊，没我抽给鸡蛋上的，跟山上了。这是我自己的家里。马德贝，哇，很好的分享哈。好，也莫是不能准哈，准毕准也有一本书哈，
我们也送你一本书啊。好，我也希望不公。你好，谢谢。好，第5个问题，来，伊玛嘎那个，来再来。Yaku，伊玛说。我是看Sobun。Sobun，哈，哪个？哈，Sobun，哈，好。Sabah man menik lenkun nikan kesun. Oh, ya manuka pusu endu. Nah, Menegelengu nanikan. Menegelengu nanikan. Menegelengu. Menegelu ya. 多音节你就一个一个音念出来了哈。Menegelengu。Menegelengu。Menegelengu。nikan。你看。我是学习念一下，石头还不好。这个是这个中间这个字音，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我们的是什么意思？Sabah ma'a menegelengu nanikan kesun. Oh, ya manu ka pusu alunahu。好，如果可以的话，给你看一下那个翻译是这样。好，来，你念一下。幸福要让家沙巴幸福所在的主要途径有哪些？要互相尊重了。Senang ni 互相尊重。ini dekat dah 想法就是的你跟不输就是要互相尊重之外呢，要彼此包容啦。就是这个沙巴才能幸福这样。然后3个圣道都古都不要一直烦，那时候一直骂他，就是不能啊，就不能有说拿咖喱这个，因为很容易受伤啦，彼此会容易受伤。古要是那我应该都古要嘛是给的不会做家事，嘿沙巴很有在家里怎么不会做家事啊什么？可是可能太太已经很累了，很辛苦，因为双薪家庭现在很多都是这样嘛，所以要彼此包容跟彼此体谅了，尊重啊，跟彼此有自己的，让他就是习惯那里。是那我尤其是德鲁古的是那比较会闷在心里啊，然后古要都比较一直可能比较容易讲出来呢，这两个就会很容易就冲突这样。这个我觉得是要互相包容跟互相说尊重彼此的不一样这样。因为这个想法都不太一样，因为男女生本来就构造就不一样嘛，他们的思路也不一样这样。这个才要彼此那个尊重跟彼此包容不一样的地方这样，因为这个不一样的地方这样，这个我认为是幸福所在了。好呀，谢谢。你有没有belah sida mau跟你看telur pi 啊？这是telur pi 啊？telur pi 这个telur pi 啊，telur pi 就是一个不是2，kaon masuk ke kahon， 要分配工作，要公平分配工作了哈。不过aduk berenau我们要好好的谈，要合一了哈，一样的目标，为了让家庭好，为了让孩子更好。所以pag-aaduk na berenau， 你telur pi的那个对，mana个 pi 你的supu supu tak apa supu tak muda， 不要分彼此啊。所以这就是不输把的6顺telur pi 里面，在我的文章里面有讲到这3个哈。好，好，谢谢你哈。好，你也拿到一本书喽也拿到一本书哈。好，好。给你不贵的有几个议题了哈，想也是跟家庭的有关系哈。你看penagluban na kaheka sa unika lenyong mo yako lenyong mo ni supaya lenyong binaw哈。好，第一个延伸讨论哈，lenyong的binaw哈。好，第一个好，谁可以来念一个这个？Ima doa sempuh， 顺便也来回答一下。Ima so， 7晚是。7晚汉。Kasulan。你有拿到书了吗？这个要书的吗？那我就不要念了。那
啊，我们都给输了哈，我们都给输啊。待会你可以讲哈，待会你可以讲啊。好，伊玛，谁可以来？要输的，一路烧batas ini ini kan。好，伊玛你呢？好来。Hana，对，Hana 是什么月美？Hana Madagasa，来，哎 ，Hana 来。画面可以大一点吗？哎，我的那画面哈，Kengkingan Kelegan sejao Hoyam Saka Kegun Hakapahun Sapahau Hoya Saukia ya Hamuya Lengau Binau。Kengkingan Kelegan sejak就是我们原住民族了哈，原住民我这边忘记写了一个登部署了哈，不光是原住民族了，就是所有的民族啊，每一个民族怎么去分配他们家里的工作了，他的意思是这样哈，这个每一个族群对于家庭的分工是如何呢？那我们德鲁古是这样，那肯尼大叔跟因为好像汉娜是嫁给平地人哈。客家客家哈冈人哈，关于这个哈冈人的家庭的分工是怎么样？剩下5分钟。这个基本上一个大概kan muda hari so kepahan sapahan mahapoy maho so sayang do ada ko kung pahangal ko do supon na may muda da na mo nahisapan miyak siya kang pasapaho yako wesukan hoylay so sayang do ado dangat kapay mo ni ni kanil kanu kendaw pay musuhan no kaya nangang isiladang kega hay kam hapoy da saya nga hapoy ka ko da te daw mo ni da tong bahang ha wai lao呀，所以这个书本呢，他们以前的传统是怎么样？客家人传统南岸族。kita dapat kuih kia, 基本上 kita mereka kita mereka。很kia哈。好，谢谢我哋啊，kita maya tu啊，supu kempahkan na uli kita hari wa。呀，很kia，好。谢谢哈，谢谢汉娜，汉娜也一本书了哈，一本书送你哈。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可以来分享？你可以的，Madagasa kedua semasa asu kenita suka so pilihan sejak isi ka kini memenuhkan so nika berkeran hak kepahun siapa？ 剩3分钟。好，剩3分钟哈，好。OK， 好，我们再来延伸的第2题哈。好，伊玛跟的来，谁可以来念一下？谁可以来念这个？好，来请，好。老师，我来试试看。好，来，呀个好。Kengkingan kedegan sejao hoya mesak kenita dehat heningan oli senau ni kuyoh ho menuka kenita su nemengau binau。好，知道意思吗？那是。Ini Google 啦，哪个一包个呀？哦，好嘞，这个来你念一下。每一个族群如何看待男生和女生的特质？你的看法如何？每一个族群。那个 Hanigan 就是他的那个特质了，哈 ，Hanigan 呢？好，是来，好像跟你大手，有一些族群，你知道，你可以来分享一下，他们怎么看待男生跟女生？每一个族群，你就以一个族群为例，你比较熟的，除了德鲁古之外哈，你看那个
阿美族啊，阿美族它有，它是有那个母系社会，母系社会。我碰到的一个家庭，它是以妈妈为主，然后小孩子名字也都是妈妈的名字，好像那个先生就是好像会入赘到女方家去这样子。我所遇到的一个家庭啊，阿美族的家庭，阿美族啊，所以因为还得不改哈，不大一样。那常常我们在外面德鲁古哈，他老师也好啊，他们都会问我说，我们太鲁阁族是不是母系社会？可能是受到阿美族的影响吧，还是怎么样？常常会问我们这个问题。对啊，一定会碰到这个哈。好，谢谢哈，谢谢。好，你也有一本书哦哈。好，谢谢老师。好，不谢。好，最后一个哈，我们的时间快到了哈。好，我们请那个高校长来，这个阿道还在吗？这个应该阿道校长回答是最好的。阿道还在吗？有，有来声音吗？你好，有。好 ，Holy Mahagay ha, sunka kali o oyam sa penita su, lendung ni lengau binau。lendung ni lengau binau。好，我把那个华语的来。Mahagay，同姓。哦，这个就比较比较有一点挑战性啊。好。Penita mereka kensan tak bawa teraseng ha, 生而平等一个不是问来啊，也是人类utbalo个跟的是的，你看的，一个呢不是问来哦，还是回归到我们的尊重哈，也是同性议题哦，全球化的议题哈，从欧美开始，你的布拉丁生那个代表他们对这个议题都非常的了解。但是你的东方民族哈，东方呢比较会有一些争议哦，你的说巴哈鲁的修格了，还是尊重到男女有别了，男女有差异。现在你到目前包括他哦，基于人性的一种尊重哦，还是给予什么呢？给予关怀了，但也不是。也不会给予相对的鼓励了啊，只是说给予关怀跟尊重了。一个很大那个，当然还是回归到慢的话，我们用神的爱来关怀他们。sudah oleh跟三他五大他嘞哦，我们跟用跟三他五大他嘞，也会彼此学会尊重异性。从他们的角度，你大叔看到不同的异性，也要互相去尊重啊。一个那个拉姆森亚古，我想我只一下子没有办法想那么多了哈。回归到跟他路途巴老，我想我们可以相对的尊重而已。好，这个是纽亚古哈。哇，真不愧是教育。那个我还有一个问题啊。那个本来不是这个文章材料有一个单字哈，我想请教你啊，明明过哈。有一个单字叫隐喻啊，隐喻是吧？隐喻你那边写的是 melibak 对不对？可是你像我查主语 ，lemibak 才是正确。了开头，你那边是 m 开头。对，我写我这边是 r 了 ，lemibak。了是啊。好，那就没有问题了。我只是想要没有问题。里面个是不是写错的话？好，没有事了。这样，我出来了。谢谢哈。这个教育家就教育家了哈，阿道哈。好，那你看那个这篇文章大概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哈。好，阿道也有一本书哦哈，有一本书要寄给你哈。我有可以补充吗？好，可以来，牧师来补充一下哈，牧师好，那我一直在想，我们的05你呢？我们的05按照形体的形状那个。我们05年看个啥盘呢？
的多住，盖好了，你跟他盖，门另外那什么上不盖好的，你门另外的，所以这个不是幸福的问题，所以刚才没有是不是题目改作你看不来给幸福的家，你看把这不来这个名词啊，你看不来个使人幸福的家，幸福的家啊，不来呢，他供幸福的家，供给不来啊，这个家是提供人幸福的家，这样，所以你看到什么不来？你看的，这个才是名词。你看，你看不来这样。好。那这个写的文章很好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哈，那些是在大马 snow 没有归还的 snow， 他不是先生，也不是先生，也不是太太，还你。因为18号大妈的布布，所以你不能说的大妈你的布的 snow 那个不是一个很好的那个，因为 the snow 你有只限制说男士对男士们嘛，对大妈你有，因为家是大妈的称呼跟布布的称呼嘛，不会限制说 the snow 你贵啊，那是说snow 那个贵那个是他们夫妻关系的，夫妻那个夫妻关系的，所以这个地方是应该那是说的不会说的大妈你的贵啊的布布的应该是到了，应该是家的嘛，的 snow 是多了马上给他换这个家过来，好，谢谢。多。Seman luan sapa, adi seman ska luan sapa do manika waimen dah. Luan do. ska了。还有最后一个阿寿个呢？最后的1、2、3、4、5个呢？阿寿个呢？阿寿个呢？那个我的牧师也必须阿寿是怒海，正面的怒海，阿寿多这个罪的源头有点负面了，有点负面。你做坏事的源头，阿寿艺术的，这个才过来这个，所以那个是好，哇，很好，谢谢牧师呢。的布布给贵啊，那个不要，的布布就可以了。所以那你说个找贵个的布布你贵啊都那个就多余了，贵啊那这个，ini pendung kita yang， 好，哇，马路的哦，谢谢牧师，应该是这个家嘛，大嘛你布布，你个拿那个。如果是那你给拉开他给的，OK，好，你看到牧师，你看到，那是那了都那几个木头，那几个树，马路把谢谢牧师，马路把本大师谢谢，我还是把那牧师，哇，给我很大的帮忙。对不起，我有话要说，就是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刚刚有讲到就是家嘛，现在的形态不太一样，也许大家想的家是比较完整的，有父亲跟母亲，但是现在有很多是单亲家庭，所以有可能就是 snow 跟大马，或者是布布跟贵尔，可能这个也是后面的一个议题呀。我不知道是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可能又是不一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题目了。对，可能就是要写另外一种单亲的一个文章哈。是，很好，谢谢哈。
哦，不，对，把那边有很多不同的形态哈。好，谢谢哈，谢谢张老师。好，你看呐，那西乌啊都，你看你呢？你看你呢？那个 YI 要对调 ，YI 要对调。好，后面 YI 对，那个 Y 调前面 ，I 在后面。好，听不到，好，好，谢谢，谢谢。好，你敢好，哈，谢谢牧师，mohon maaf的。好，那些乌啊都没大块念过的哈，希望拿到这一本书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了哈，我们可以多跟大家分享。Manuka Erot Penabil，你看baru pada image kita kita terus laudan tadi呢，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哈。Biasa sebiarkan kita so detama the bubu 哈。好，给你被打开那个牙骨的哈，那我们就休息一下，我们交给尤里。是。我问一下，如果刚刚这本书嘛，哈，那些那个像穆斯林的嘿，他有一些的建议，我们会怎么修饰，还是我们就直接会修？因为我们这边是试读本。因为我们像我们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像牧师他们有一些尼达哈，或者是有一些错误的，我们就可以修改，这个也对我们有帮助了。我的巴罗还改穆斯林穆卡吉马特斯的物，我这边会修啊 ，yes 不啊，这边会修。那你们拿到的这一本是旧的哈，你们拿到这本是旧的，这种试读本，明年就会有正式的这种本哈。好，谢谢。还有没有？还有哈，你在细论那边呢？细论的第一行啊，那其实走过那个走过呢，那个走过不要，乌杜尼伦，它是乌杜尼伦就等于乌杜巴了，编制的上帝呢？对，乌杜尼伦的走过的。走过，这个我们没有这个untuk minum tak rokok. Untuk minum, untuk balau, kalau sudah balau untuk balau, untuk balau or uli untuk minum sah. Minum. Aji uli untuk minum sah. 好。或是 untuk 编织的上帝。好，谢谢哟，不好意思吧嘞，很好，这样哈，谢谢大家，我们一起来读这篇文章了哈，好，我们就休息一下，我们交给尤里，谢谢校长，谢谢校长。大家需要休息吗？还是我们就直接继续，然后我们就按照时间，如果说我们上完的话，我们提早结束就提早结束。你们需要休息吗？给我一个很冷哦。继续好了。啊？继续好了。继续好了。有人上厕所。继续。要上厕所的自己去上厕所了哈。对啊。那我就分享我的画面，稍等一下。牧羊校长，谢谢啊，讲那么好。你都来。好，第二场是我们交给布希校长哈，布希校长。干嘛？有看到吗？有看到。Gaya penudus terluku哈。有看到。不行啊，不行，那你可以把那个画面弄大吗？真的看不到，太小。tadi how to like jam. 老花啊你的。哎呀，给我。我们还多了工作。一会。是为什么你的旁边这个啦？你在干嘛？这个，为什么你的会自动飘那边？还是我传给你，你那边应该是下面那个吧？点那按了，已经按了，你帮我按了还是不行？给你一个分享。他挺多这样子。好啊，我知道。稍等一下哈。
没有，我们接着。这个吗？你先上厕所。好，我等一下用另外一台截图。等一下换那个校长的部分啊，请大家就是帮忙导读一下，因为校长他可能听力不是很好，所以叫他发言啊，他会比较有点困难。然后希望说大家可以多多踊跃帮他导读一下，谢谢。Okay lah.好，第二篇，你可以讲话，边反应的，这个也会的，没关系，没关系。讲话最好，你书放这边好了，我用这边放。拉进来，拉进来，好，书放这边啊。刚才这么说圣诞晚不来我们现在就继续下去哈。他个batas ni o gaya kendesan teruku。我为什么写这个？强调在我们生命的礼俗，就是我们一个人的生命是怎么来的，那个礼仪习惯一个不是为个人黑你哈你们如果写的把它说跟上的如果mata manu kamali o misal medung si ida o ida biga bahbi knudus tak nahtain ka knudus ta ka pusu bi dinungon mo kido limlung ko iso knudus taga pnahaino manu bi knudus ta sajak ajo ita truku ni gaya na oliga kensan tane kensan ini gaya ni ga hawam saho kika pusu balai lenuon mumas hini adam sa kun mulungo nasibiso
شو yang so benhangan mo aja so hanici tak gaya rodan tak suka ka kinudus tak sun ka gaya kinudus ni ne ma wada kinga nanak daw yasa ita laki-laki sa haji sa kinsara sayang daw lalabi ini pendekada wada palu walay kumpriyo maka so nakilam ka gaya kinsan kinudus ta si ida nga o ma wada kinga nanak daw sa limlong manu so kira ni kika limlong ko limlong ni petasa ta kauli so gaya kinsan ta gaya kinudus ni kinsan ni pusu bikala ini o kinsan kinudus kinsan的kinudus的就是该做过的就是生命的礼俗，生命是怎么来的它的礼俗gaya的我们对周古祖传对生命的那个礼仪啊，他所定的规约是怎么样子保守的？是这样子。Manu sa lumdong do patata ko iti ni ka itan ayasa ajila na kaptak sentore kido ashku angana nakso knudus sajak bawad hagala pahta sinaw ni ko hamstrong kikam tulis niya kikam makinga knudus takyan sajak na amdika sikana so menudus那个时候该的那些时候米的在感到更深这个所有的生命产生的话我们除了其他动物以外植物也有它的生命那我们动物的生命就强调我们先从人的先从我们中国过去对生命的意义是怎么样的一个做法他们有什么样的优点那么一直发展到现在我们生命的礼仪是变成怎么样了我们做一个检讨我们这个是我们最主要是要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历史我们的文化礼仪里面哪些是精华的我们没有了那我们祖先们给我们的真正的生命礼仪是什么那我就请教我们的长辈我们过去很多我们长辈们所留下来的很多的 gaya 生命的 gaya 我所知道的我把它列下来当然我们想到很多生命礼俗 gaya 都过了我相信也有很多更好的要是没用过我也问过很多的我们很多优秀的前辈他们对生命非常的重视非常的尊重很严谨ini behmud ne malu igayadaha ne nako mulungo ما لاقي شيء من لاقي برح سيندو ما إني بندك حالي دهم إني تيسأولي أشتكي ساس ميلين شوكي ساني إني هم تمغوا ولودنا أشتكي ساس ميلين كان مغوا تيجي أشتكي خولن بالمي سميلين أو كيكا مغوا إني بمملك بي إني شو سمبالو بي مغوا تيجي بيلق إني نولادا Sonika Paul Valley Lindung Taisang ha Manu Matasini o Yesa Maskai Truku ya lalaka ini dhok mal natas na ajo lalaka ini dhakai mo matas uli o petisak ko kanay tam sway
所以说该照顾都请教我们各位的母语老师好，这样把它batas ni kingal kanay yasa aji ko hay mkila ka kana itam soy aji so sinsi yaso ima ka tiwam simpu aji o mga ngam kila aji ko hay mkila 可以举手要帮忙导读的这个就是第一篇这个平安跟奶请问线上有哪一位老师要帮我们导读？我来念好了。好，刘志祥，谢谢。刘志祥。努力。kendegan sejak bawa anak sejak anak ima ida tak nekan utuh kana nekan malu nakeh dengdungan tak kana saukiani thấy chi bido o anam mano nekan gần hiyan na malu nakeh mereka kana penteula andaan tempah kenaah kana ana mano kesahur lipah kelegan sejak gitu 好，不好意思吧嘞，校长，这样哈，多了，这样哈，不好意思吧嘞，jika karena ini menunggu karena sejak bawah tagala ni kan malu ni kan nakhanluan ni duma na dumulungo ngat malu sejak na bawah tagala duma na dumulungo ngat nakah tau malu nuan kana ho emsa lungan namaho ma mita ko tinisaan ajo hamita taso ndaan sum hamita ni kamalu ni kanakikana sa kulimilunga so ni ka kinga puso kalehin 我们看国语的部分说我们世上的人类无论是哪一个民族都有灵性，这有灵物的这个你看物的，你看物的干呐那个人龙那个啥好的这个你看马路，你看那海我会挪马路那个aja我会挪那海那个你看马路，你看那海干呐，你那个action malu kana ungat action nakikana ore nakhimalu ni kankana ka lindungan saun kila ta bitak sayanga yasa nasiso nikila ta bitak sayango rojek takana sa tajakana ini tem tituku kana ni kanak sakana ni kamalu ore Berak bindungan ha mahalaw kore malu lalagi nasta simluha makore nakahilalagi aso ni ka bindungan ta sila kabataga so ka nikidama pitak sayang spats mahinyo yasa 人类一切的内心或是外在的任何行为的表现都是有善恶的结果。我们本族的人为了保比较很黑比较黑那个时候你那气力那么好这一段有人有问题吗？有哪个句子或词不懂吗？字母或是一句意义。1、2、3、4，
henian genhian 好难念啊。genhian 啊 genhian 字根是 he， 好，结果是 genhi， 好，它的 an 加后缀的 an 就是它的结果表现。所以这个人黑眼是结果的意思。哎，就是他的如果是做事情的有他的结果，如果是表现的行为，就是指行为。就是说，就是他的一切内心的外在的任何行为表现都会有善恶的结果。嗯，对对。这样还有问题吗？有了，不好意思，报代校长。好，那下一篇。那这一段谁愿意来帮我们念？志祥。好，麻烦。举手。志祥没有声音吗？啊，pengantok. Baca kuda. Ita sejak teruku. Iyuh bi pedakdahang kenkingan kena udus hai. Pelut kena nakih pestutui kena malu. Penah utuh balau. Kenkingan kenkhalan te utuh dro dan ni. Pitak lo dan sayang dan ni ka pelutut hancian tenusaan ni dan ni peslahani bi semadu kana mtatuku bi kensyangan gaya kendesanta ta saleko wa 好，马这边哈，好。ngắt từ mà đi中文 hello 没有，这个你还没有解释啊。这个中文在这里，本族人这里开始。这个国语的解释哈，还是我来念。到这里，本族人开始。国语的解释哈，世界上的人类，不是，第二段哈，还是我念？好，请这一段中文的话是，它的意思是本族人为了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扬善抑恶，自天神、历代祖灵至今等传下的教训等，明定一切完美的生活规范。这些规范及天神及历代祖先们一切做人做事的真理、智慧、教训、遗言等精神，也就是我们泛祖灵宗教信仰及规范。好像没有到那么长。对，到这里哈。有吗？有到这里吗？有。那个这一段哈。那个sejak teruku kan呢，前面那个sejak也在写后，因为西部的人，他们讲sejak teruku是teruku群，就我们这里我上次一次在讲说，ita teruku这就是太鲁阁族，ita teruku呢那个sejak就不要，一定要画中心。iyuhbi。Kan kata tu. Baru kita. Ya. 本族人，对，本族人，他说那个设讲不要。设讲的，你摆设讲的话，就变成是西部的太鲁阁族、太鲁阁群，所以我们这里要分别那边的用法，你看。那是多鲁库的多鲁库那个的，所以我们要分别，为了要分别西部的多鲁库群跟东部的太鲁阁族我们太鲁阁族
这个实际就不要。我们上次一直在讲，已经是定好的一个我的区别了啊。我们如果说实际透露过一大弄一做，实际透露过开弄给的，所以我们这边是不用实际用透露过就好了，我们让。那是你出版起的呢？可以改这个。这个现在还可以改吧？可以。哦，他现在只是试读本，然后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经过就是大家这3场的分享，大家都可以提意见。然后这一段大家有清楚它的意思吗？还是大家对词汇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发问，可以举手。我觉得是要尊重原创的那个了本意了。校长说的那个他原本的意思，我们还是要尊重啊。我的意见是这样。我们没有不尊重他，忙那个意味说。也是还有个project 他的意思。忙那个音的尊重还要。不是他的意思是起初的初衷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们还是要看校长怎么决定啊。这个那个意味不是这样，我不是说要看那个校长的意思是怎么样。那个校长他是原创的，还有个不是为什么那就 project 一个意味嘛，我其他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我的表达意思这样而已，建议而已，参考嘛，知道？好，那除了那个之外，大家对于上面的那个词汇，就是有标红色的重要词汇，有哪些词汇不懂的吗？还是有哪一句话意思不懂？它有中文的翻译嘛？哈，有，应该是没有问题。有，我们去有。他这边我再讲一次好了。本族人为了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扬善抑恶，自天神历代祖灵至今等传下来的教训等，明定一切完美的生活规范。对，我的意思是说，它里面有中文的翻译。有。我这里没有。好，那就下一页。那这一页可能比较多，哪一位可以帮我们讲？那第2个字那个一个 n 不要了。梦萍那边有多一个 n。记一下。那个不要，一个呢不要，要换掉那个。出版的时候。Hello， 还有线上还有其他人可以帮我们念吗？我来念。好，我来念。那个好，我来念哈。好。Gigaya ni io jika na utuh balau ni the kencingal kenghalan pusu ludan kana ana manu Oli ma'a sejak uda pempah pusubi kensiangan hancian kali penseluruhan kali kekelak badai bi desau ni jika gaya ni pusu bi kentemaan tak kana pusu ludan ka ni uli ana ima sejak peteke lus bi muda kana sebelikun bi utuh ludan muda
sebilak mesbalai bi kendesan legan sejak babau dhagar nasinikan makuh hanter makenqihon ka utuh nani pedaan pekelakil ni skladan ya bitakin ni skumu wana mo balay。那我来讲一下这一段的中文，就是这些规范及天神及历代祖先们一切的做人做事的真理、智慧、教训、遗言等精华，也就是我们的范祖灵宗教信仰及规范，人人严守遵行，蒙祖灵赐福，度过世上安定祥和的人类生活。若有违逆，祖灵施天灾、人祸、厄运。那个巴老那个要大写，不要大写，乌图巴拉呢？那个不要大写。你就先改吧。你有改的，你有改的，给它换别的颜色。给它换红色了。这一段的词汇，大家有什么需要问的吗？特别唱，大家都看不到。我是印度的。这些词汇大家都有认识吗？还是有需要提问的？有中文的话应该可以了。那个还是有中文应该可以去那个。对呀。那后面还很长哦。好，那就下一页。哎，等一下，我请问一下校长，你的这篇1、2、3、4、1、2、3第4行的中间。巴莱比的是不是少一个呢？还是那个词汇的少你是不是少打？应该是巴莱比少你的生老还是的少？像这些吗？不是我说等等这个阿弟的生老等等哦。是吗？为什么的少你哦，就是复数嘛哈。加的等等啊。哦，好，像这样的烧腻就是什么什么之类等等，像这样哦，像咖喱这样咖喱跟给起来，马来比的烧腻这样，马来比马来比屋里的烧腻等等的。好，我会说哈。马来比那的烧腻不要没有了，都。一样。好，那大家还有对词汇有什么问题吗？最下面那2个词汇大家知道是什么？有人知道什么意思吗？都知道。哎，最后一个单字那个。可以解释好了。skladan。这个 skladan。啊。旱灾、天灾，那个气候，天灾，天前面这是人祸咯。Glaki 是人祸，斯拉等灾。好，其实你们有拿到书的，你们对中文，你们就很容易找到它的单字了啦。而且我们都有整理它重要词汇在后面。好，下一页。
下一段。好，下一页第2段，哪一位要帮我们念？刚刚有看到那个高校长，高老师有举手吗？阿斗，就换你。我很啊。好。Tagadahakanay, hamuku utuh ludan o ika kita seejek teruku pusu bi magkada kentamaan ida nekia sempalu utubalau ni hagal. Da utuh daludan paah utuh tama bu madani ha ludan balau kengkingal kenhalan dutuh ludan ludan tertaka hi tak dana anamanu kendesan taga pedadayun tak hamuku ka utuh ludan do kika kedua tak Mausa da ta ana mano uuda beras na siida wala aday ta semapoh utuh ludan demulun pepedudur ni sembebelaya berah meekan nahapui o wala aday sema utuh ludan bawa makan o makalasta utuh ludan uling。好，那我来念这一段的中文。崇拜祖灵是族人敬天地神族灵们，从父亲、父母等双亲以上历代的祖先们的灵魂都叫祖灵们的超自然信仰中心。每个人所有生活一切拜祖灵，而后才去做。做任何事情之前，先祭拜祖灵，祈求带领赐福。饭前先祭祖灵，先吃；饭后也谢谢祖灵。自动把那个声拿掉哈，在头骨前面的那个声卡自动要把它删掉。你等一下，我再解释给你听。好，那这一段大家有没有对什么就是词汇有问题要问？这一段应该没有比较难的字了。那其他masih temui temuku saya， 不是，masih temui temuku。你照这样的就这样啊，我不一定temuku，一定是我的temuku。你有宝贵的意见提出来，我们就照你的意思来写，这样就好了。啊，不是这样，换一段的。他说：“你为什么用的temuku这个字？”因为那个是拜嘛。你的拜个一道，因的temuku是多弄回的，哎呀，啊的melak，melak啊的祭拜是应该，啊的是祭拜，因是祭拜里的，因是祭拜路的呢，因是temuku路的呢，因是temuku头路的呢，哎呀，马包头路的是的。还有一个，你刚才说那个祭啊，祭典的祭啊，摩诃啊，是那个temuku是哪样？啊，我会敬礼啊。那是说改比多古的，那是他孙还多。好的，是的。这个那普鲁登的，那普鲁登呢？我那个什么普鲁登呢？什么不个？什么不好嘞？什么不好嘞？是temuku到嘞。会这么想摩诃，这么想，你看这首歌很恭恭敬敬的那个意义在里面。啊，那temuku，但是它有那个祭，
要一个祭典的那个意义在里面的。这个是他们过嘛个，啊，那是在一般的人想的话，他们过呢，他们过是对公台湾呐，你说他们过哎个，哎呀，那这个我的这个手跟上的sayang do，ini dah buat ada sayang lah, dah temuku dah dah. Wada temuku duma ingat inta ala salaman do asyik dah temuku so ini ada na saja kalau asyik dah temuku duma na. 这个母语个说你因为都通用现在的生活方式。那义勇牧师，现在的宗教哈，我们一般的宗教啊，我们德国最麻烦，因为一旦德国是比较哦，那是他们不路的，路上是比较啊，我说他没拉这还能没这些恶棍。 ke kan sbiao insa sa utuba insa thamuko le insa thamuko no le insa thamuko no le 所以我现在是想说那是说一般的人来看的话啊原来也头骨也有点头的意思对啊那是怎么thamuko你这个一定有点头的意思嘛那是个那是这纪念什么不叫，而且他们个而且拜叫，对，什么不呢？什么不多啊？什么不？的标准为什么不呢？改为什么不呢 ？S M 什么不啊？对。 smartphone 都是个好，最常用。好，接哈。好，那就其他学员还有问题吗？没有，我们就继续下一页哦。下一页。那这一篇。 麻烦请主动念一下好吗？愿意我来念好了，雅虎。好。好，麻烦你。听得到哈，云杰。云杰可能大声一点。哦，一个。一个多。好，可以。好，呀，得打哈嘿阿吉哦，今天luan lutut sapah. Anak kenuan, anak inu semapok tumulun utuk ludan. Adang o, ida kenkingan hengkawas o, mesuupu muda makalas kencian ni megaibali. Anak kenuan, anak inu mesuupu ta utuk ludan ni meuyas mududul ni sebelayak kedejiak. Mekakalas pesebelayak. Sau ni dan hemekuan. Dan hemekuan taka utuk balau ni utuk ludan tao ni kan cicih mesdekah hari sau hemuku kentemaan Kristo wana kingambi utuk badai seneluan penayahan pusuk ludan tao benah utuk balau miyah metucing dekiyak pusuk betunuh heyang Betul kaya ni kita maaf pusuk ludan tada mesa. Sau ni kita ini biar mangal kentamaan Kristo ni pespuan daha ni aji o pesnakun daha. Ya. 好，马里巴来哈，谢谢。不是，我有意见哦，不是都弄呢，太阳主教啊。 泰雅族啊，不是布努尼尼，白神尼尼，不是布杜努，神师啊。他说这个是泰雅族，那啥？泰雅族叫尼尼，阿弟做叫，可你不噶，比如可你不噶，咁你睇噶？可你不，可你不嘅噶，
你个不这个，保罗后尼是啥？不是后尼这个，嗯，这个是中国16一个金安度16一个金安度16一个金安度那个，那个。他说我们德鲁古不是从这个布苏不都努，是从那个那个。不是后尼哇？不是后尼啥？啊，不是后尼。不都努还不是后尼。布苏不都努那个改成布苏。你要然后这个手你给拉么过哈？ini pendeka benhangan ta ajuleo so ni kila tani balai so no yasa pusu penyahan nekali laudan tani ha maksum pusu betunu yasa gam hayu hasango betul, alu betul, 长棒了。那是误会它呢，一代表至少100、300公尺，至少200、100、200公尺高个大的岩盘，岩石高高的，很高啊。那经过长期几千年来的变化。挖的很厚了的，那个地上的那个世上那个岩盘石头哈，都会厚了的，长期风化了都会脱落下来，脱落下来以后，那个都还是基础也慢慢的脱落，那地盘是很大，所以中间那个高的200-300大概至少100以上了哈，那现在差不多剩下80、90了，那中间呢也凹下去了中间凹下去，那这个石头比较高突兀的嘛哈，那也长了很多的树。长了很多的树哈，记得那个树也长了很久很久，所以你看不是后牛来，所以有人说那个地方是不是后牛生态的，但是现在那个不是后牛，已经垮掉了，那个不是后牛的山，但不是都那个的。不是后年生好嘞，不是都生好嘞，那行你，那比较像哦，那不都那个那开的所以你看你给两万个，那这个是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地方，我们亲自去访问，先去检查我们的历史哈，这个是实际的历史。实际上那种乌克太阳哦，他们有2个，一个是那个马拉对吧？有2个地方太阳族哈是瑞士那个我们就不必上，我们实际上的刚才都过来哦，不是后年不是都弄你很少嘞所以你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德鲁古的哈，白石山是泰雅族的圣山，这个不是都那个路，不是路灯，而且这个边呢，我们的圣山嘛，但路灯都是别个，路灯这边是都八，都乱个，我们的书里面都有啊，我们的神话里面都有，你看德鲁古这个边，还有个后面。no tao pernah kalau dan tani kami tak hika honi pupuk paru kan kita 神话你有dengan 一旦神话咖喱是必要的
所以我们的圣山是 Gilbion， 你给 Gilbion 给我们圣山嘛。我们那个时候，那不是都你给不是都呢？白石山呢，泰尔族的圣山，所以他们杜努是祖先是从杜努那里来的。那个是我所了解是杜努裂开以后，他们的祖先从那边出来。阿金山个后拉皮啊，后拉就，裂开，有一天他们裂开了，有很多的那个十岁啊，他就去泰尔族的祖先了，祖先给。Ita tu ko seliu pa sida kau ni heka nu sa mentucing heka nu snow ni ke kia kue ni nu ya dahia do tenda ke ka pusulu danta ya dia Gilbion呀，我们的圣山是dia Gilbion， 所以我们就是我的了解，我游到我们的海牛里，我们有写一个神话故事，那个神话故事嘛，中级高级课本。高级课本里有那个神话故事里面，我们大家都读过那个神话故事啊。我的感受到。梦比，你把那个部数。传说是赛德克泰雅群，那个流到神堂。这个大雅群的发祥地是13嘛，这个大雅啊。泰尔族这个是格达亚，德鲁古是的发祥地奇莱山嘛，这个高级读本泰鲁格族的高级读本里面，所以要分清楚这个都努纽是白石山泰尔族的圣山神史啊，我们这里的书是写神史。录的很加录的呢，阿弟，我们重编，我们这个是以前的书了，这个以前的书，这个我们的编的，这录的刚才你，我到不修了你，有到不修了，你要是你还你该修一些，都还是太阳期那个，哎呀，这个你，所以你在这里写不是那个是泰雅族的圣山。不是泰鲁格族的圣山，泰鲁格族的圣山是dia Gilbion， 那个是不是后你哎呀，这个不是后你，因为跟这个白石山呢不是后你，因为跟这个那个不是一样的东西。那你也给他编律所以其实海你见啊，我们以后再。这个我们给他放绿色的，然后梦萍你刚刚提的那个也给他顺便摆绿色的收获季那个，然后这个有那个没有写那个的大这一段给他摆红色嘛，有怀疑的地方哈。好，那个我们留到后面，作者跟那个就是还有那个审查委员的审查会一起在讨论那我们线上先把那个先做完，然后我们有异议的问题，我们都用绿色的先框起来。好，那就大卡那个第一个字那个少一个 T 的大卡，可以吗？对，的大卡，没少一个 T 了。X 的后面第三个字的后面对小 T。好，谢谢。那个改绿色，那这边全部都要重改。好，那这一段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我刚刚有念完吗？有念完。好，那就第3段下来，第3段。那我们请还没有发言的好吗？那个诗音你在吗？在。诗音，那你来念好吗？好。好。Tagatalo kanay. Uuda mas talong gaya kaska kanuudus. Snaw 哈，不是 snaw 哈 ，snaw o mangal kuyo o musa
snagun snaw ka puso tensapah adang makakaulit basta holang snaw makal maspas hengkawas dayat deluma ka baka pastelengan hengkawas snaw o maglapi maduk kuyoh o maglapi taminun ni menda pepatas teklas kana ka pusubi kingan snaw kingan kuyoh ka gaya mastelung snaw o mangan kingan kuyoh o musa snagun kingan snaw ungat snaw ka sapah kuyoh ni mkemangan snaw aji o menda penengagan o kika musa tekesiyuk sapah kingan kuyoh ka snaw.比较肯定的。好，谢谢。谢我今天我一个过生，我说是个路是那大哈个路啊，慢了，不是，慢了噻。我今天我一个是个路，我说是个路个过下个，是个路，改嫁。第几段？第几？最后那个啊。Musa siuk sapah kingal snaw ka kuya haya masih ini sa Musa siga elu kingal snaw sapah kuya siga elu sa ka snaw a kuya siuk sa ka snaw 这个是分别Musa siga elu ka kuya Musa siuk ka snaw siguro ka ini ko lang啊。黑那个要对比嘛，要两个对比嘛。穆萨是个修贵啊个是孬，哎呀，穆萨是个路是孬个贵啊，啊就这样。哦，他说这个后面再加一段呢，那你先讲梦萍，那后面再写一个。穆萨是个路，穆萨是个路，这样是孬个贵啊，对呀。最后面那边，石脑那边逗点，你在修的，然后在那个穆萨哈，这个穆萨这个路沙巴，今儿是那个贵啊，哎，没有穆萨就是同样的一句话在后面呢，穆萨这个路个黑的，这个路怎么拼？是那个贵啊，路怎么拼？是这个路。等一下，等一下，你先改那个 SG T。Musa siguro taxi那个Musa siguro。对，然后那个 TK 那边改，怎么改 ？G 什么？这个 SG 个 SG， 然后呢？两个2。两个而且两个是个 L， 那个两个G 的那个不是两个一个SG 不是对L 对L 这样是个 L， 对面写可以补上去。穆萨是个 L。Sapah kaya snaw ka kuyo. Tay. Yeah. Kaya kailangan ta tuy pitas eh. Siyuk ni siga ilo ka. 好，我先讲它原来的中文哈，最后一句你们再帮我翻。生命礼俗中的婚姻制度。A 男婚女嫁，男性社会稍微偏向男人主义。B 18岁左右为适婚年龄，男善于狩猎，女兴于织布，均文面者为主要条件。C 一夫一妻制婚姻，制婚姻，男娶一位太太，女嫁一位先生，女方无男需要男或约定
者，男入赘至女方加一女。那后面那一句话嘞？后面你们加的那个嘞，就是这一句吗？细选的呀，女的到男方，细选吧，你们中文的。哦，就是男方续选吗？细选嘛，女方细选嘛，女方细选嘛。入赘的嫁吧？ No， 是女方改嫁还是男方续？是女方改嫁嘛？续选呢，而且续选嘛，而且是那个嘛，过续选。对啊，续选是第二女生呢？女生呢？改嫁，改嫁，嫁是个咯，改嫁。女生改嫁呀。好，那这边，女生改嫁。上面是入赘吧，哈。入赘。Yeah， 少个呢，是个路改嫁。Yeah， 这样可以吗？那个苏兰，你可以翻译一下吗？就是乌拉斯闹嘎萨巴古尤尼，然后从这边一直到底这一句话，你可以给它翻译成中文吗？乌拉斯闹嘎萨巴古尤，乌拉斯闹嘎萨巴古尤尼，乌拉斯闹嘎萨巴古尤尼。他们家里没有男人呢。如果这个家没有男人，就要请男方入赘哈。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我觉得应该牧师来讲就好了。所以他前面是有提到说，如果这个家里是没有男人的话，他们会主动请男生入赘嘛？那后面这一句话是不是前面也要写说，如果因为怎么样，然后那女方改嫁？对不对？前面应该还要有一句话，是不是有一个相对的？为什么要改嫁？是不是有一个相对的女方就要，是不是这样？前面是不是相对的？就直接应该不是吧？因为他的主体是说这家里没有男人，所以他需要男人入赘。这两个哈，对啊，相对的。Snow ka入赘那个，我打过多嘛，没啥入赘啊。我不把我聘礼他个，没啥入赘过来了。女方没有先生，我的好个 Snow 给你没啥这个路啊。哦，如果女三面妞不一定这个。对的了。入赘妞不一定他的太太死掉啊，所以如果女方先生过世，前面那个逗点应该是句点，不一样。这个入那个是先生死掉了，这个入你呢？那上面那个入赘是不一定他的太太死掉啊。对，好，那这个因为他没有打过的，好，没有聘金啊，好。那如果女方先生过世要怎么讲？到底多少股？那些么个是呢？好个的是呢？那些好个的是呢？就这么直接吗？我的个是怎么安那都？我说这个路是这个，因这上好个的是怎么安？我的个是怎么安那都？我的个是怎么安那都？我说这个路直接滚多嘞啊！我的个snow那都，我的个圣德玛安那都，圣德玛安个，我的个圣德玛安那都，圣德玛安依靠的，曾经依靠的就是先生嘛，没有居，圣德玛安，圣德玛安，圣德玛安哦，圣德玛安
SNTANA Sentamaan. SNTANA。bentar nama？ 肾是么是吗？哎，前面那个是嘎 ，SN 是不是？前面是嘎。 mana个你的？我的嘎。你。Sentamaan AN。SNTMAAN。打错了。那个 A， 那另外一个 A 不要。T。对对对。好。Sentamaan. SNTMAAN。前面是嘎啦，不是嘎啦。我的嘎。 Nasi wadaka sentamaan. Ya, nasi wadaka sentamaan na do. Kuya ho adi nasi la. Wada sentamaan na ka kuya do asik si de se. 那个逗点去掉改 O。 Wada sentamaan na ka kuya do musa sigalo kinga sinaw duli. Wada sentamaan na ka kuya do. Wada sentamaan na ka kuya do. Musa segeelu kinga senau dulu. Kia. Musa segeelu kinga senau dulu. Kia. Segeelu ka kuya. Wada 可那个，有人方便在白板打这一句完整的吗？再一次。改价的后面要写那个啦，就是他刚念的。我这里给盖住了。改价的后面。我的荧幕给盖住了。 那ando Musa segeelu kingan senau dulu. Kingan senau dulu. Musa segeelu kingan senau dulu. 苏兰，你可以帮我直接打在白板吗？Musa 哈。好，我看到了，谢谢。这样啊，我的sentamaan na ka kuya do. Wada sentamaan na ka wada sentamaan na do. 要 wada sentamaan na do。那个ka前面不要。wada sentamaan na do。那个nasi不要了。啊，那个够了。wada sentamaan na nasi wada sentamaan na do。 nasi wada sentamaan na do 那个嘎不要。nasi wada sentamaan na do。我不知道对不对哦。对啊，Musa segeelu。哎，我好像打错了。segeelu。我打错那个sege了哈。我白板已经写上去了。变化一点。sege我打错了。 segeelu。segeelu。对。这样可以吗？牧师看一下。可以。segeelu kinga senau， 对。给他呀。那个sentamaan啊，这少打肾了。少一个 n 啊。少个 n。那手数那个。 men a ne 那个 me 第二个 me 改 a 对 sentamaan 那都 mo matuska pencening aku nuku kita lain 好，这样没问题了哈。打错了。因为你就后面要点吗？你跟他过。那啥呀？跟他过。啊。 那个豆后面要点，都点吗？豆后面还要点豆点吗？不要豆点。豆后面不要豆点。那个瓦蛋8碗，你有问题吗？应该是那个segeelu adiknya kekali yok， 那个他是女方主动嘛。 所以segeelu kingan senau dulu， 是不是这样比较对？
mana ka noko ni da个是大你10个二路就是嫁一个男生啊，改嫁嘛。对啊。我们通常10个二路是10个我的10个路呀，但是现在是女方，你刚才前面讲说我的后跟他什么安那都还是这个女的在讲嘛。哦，他10个二路平安是脑度的啊，这个上下文这样才是很漂亮的。这第二个你的我的思路呢？那是我的嘎是什么？那个嘎，我的10个二路加一个 P 啦，加一个 P， 那咖喱个，那咖喱个10个二路的，那咖喱个10个二路。而且使动只有前缀呢，前缀它就一定是这个女的，她主动邀请那个男的到她那里10个二路嘛。改嫁呢？改嫁，musa还个是那古哟，musa sapa， musa tiang sapa senau ni ne。Adi sapa senau ya， 那这个就是。adi temsiuk ko。temsiuk lah， temsiuk lah， adi temsiuk tu cek gitu。Walau menokol mengawa, mana lah ia dipu. Masukkan siok senyum lima dalam. Alah, kiada. 结束了，读了不对。Asal 说了个呢哇？没问题了。好，那就下页哦。下页。谢谢。最终我们用 pick 用挑的哈，看谁还没发言的。彭老师，你今天还没有讲话哈？雅古，哎呀，我刚刚有讲话啦，我刚刚有问啦，那你算讲话吗？你算先念最后一段给你念啊，好听的声音。好，这一章还是第一个这一章哦，我看第قولي lutut senau menerima ni lutut kuyo menespat risau ni uwao ini pstelengi ini sahaya do snakeh kesun mestelung ka pa dah bitak sepat kenghalan sejako dalih lutut mestelung semelik gaya telung Bersama kika mesuluh kesun. I tegepusu bika tama bubu. Senang o ia bisa ungat heko. 好难念。Kuyo o heko. Kuyo o ia bisa ungat belihan. Sememalu berkulah suyang sabah. Mendua bi temekesa dari kian. 对的。好，谢谢。好，谢谢。那我来讲一下中文。第一，男方无等亲，女方是等亲内不结婚，否则视为禁忌。2到4代通婚是近亲婚，破坏规范被禁止的，这个叫做火烧体及近亲结婚。一，父母第一，男不可无担当，女不可无用处，建立新好家庭，教好子女。Kika suluh se, adim suluh, kika suluh. 名词 ，kika suluh sun。那个么不用。哪一个么？这个。对，那个第一段那个。梦萍，苏鲁。第一的最后倒数第2个2个字。对，那个苏鲁。他说用苏鲁就好了，不要么。名词啊。那啥？这样。kika suluh sun。ya se. kika suluh se, adim suluh tu. No gitu.
苏了是呢，名词。有不数比个大妈的苏了是 ？No， 多讲直接讲火烧啊。为什么我这边有个问题，为什么火烧体是近亲结婚的意思啊？那个不是真正的火烧了，是是一个惩罚的意思了，上帝惩罚，这冒烟的，鲁丹多故事没有啊？哦，这冒烟呐，被惩罚的冒，烧的会冒烟呐。哦，所以有近亲结婚的话，就会被惩罚，就是被烧就对了。对，有发烧到冒烟的。哦，发烧到冒。米西屋里，水肿。苏那个会那个浮肿的是了。苏了是浮肿吗？不是。对，浮肿啊。烧到浮肿啊。浮肿。啊，也是近亲结婚的意思嘛？哎，对，近亲结婚的人呐。禁忌哦。禁忌啊，3年。结婚的禁忌。哎呀，3年孙，他在家里补习啊。苏6岁。好，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谢谢金牧师的解释跟补充哈。那接下来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哈，我们会有想想看跟延伸讨论。那想想看，一篇有2个问题，那我们就用看的，然后就是也不要念，就是因为字还蛮多，我怕你们念完可能会要到9点半，所以我们就直接看，然后有要抢答的人，你们就举手，然后已经有得过书的就尽量不要啦哈，把机会让给别人。然后林梦萍，你先放第一个，想想看，就这个，然后你们就有看完的时候就举手抢答，然后我们由杨校长看说对不对，答案对不对？如果答对的话，我们就可以赠一本书。好，是第一题 ，Eno。有人要举手回答吗？赶快看完，赶快回答。啊？刚刚现场有人要问问题说 ，BC 也是浮肿吗那个 ？BC 第一题哦。BC。那浮肿不是浮肿 ，BC。BC。那它的结果是不是 BC 黑了啊？除了它呢，会造成浮肿了，除了还是多个。它的形状是，它的结果是身体会发肿起来。BC 是它跟刚刚的那个浮肿有什么不一样？浮肿啊，多菌它，对，它的多互相使用哦。对。BC 呢？输了。有的时候BC 都会用在说。Manakahalaktan hey na niga so hali nakanalok na ito ng meyo. Aji manalok ka hinyo.
哦，这个是因为这么做，他有那个造成的这样，他的好像蛤蟆个那这个，不那这个，如何？아직 마도 인가 마도는 이런 다 죽다. 무슨 그 무력네 무력. 最肉 아직 후족이야. 最肉 무력고 肥肉이야. 肥肉 무력 对对对. 무슨 뭐 시향이잖아. Gak mulai. 그러니까 시향 좀. Ya que mano kanida. Koi taisha matiti. Puto iksa. Man nikan madu Canada, nikan madu na kasa ka pusiga. Duma sejak se. Duma kani. Duma na sejak kya. Duma na sejak ko wada nikan madu ni madubi dendungan na dendungan na tenunsa. Hantu iksa. Kya. Ini ini tama utuh paru ludan ka ita ludan no ludan paru ludan do 大人的咯对呀，这个seludan ka ita tauku sayang dansa. Ini seludan. 9点半。Mana? Seludan. Oh, tu no. Wada penaah hancian. Wana ha. Wana penaah hanici kali ka. Hancian kali ka. Sememadu karena metetukubi gagagaya ya. Jigaya kentesan. Tu mana? Soci kan yang punya. Sepatah. Ya. Utuh balau ni utuh ludan nikan cicih mesedeka hari sau kentamaan Kristo. Kristo. Kira ya. 所以是第几个？第一呢后。美丽小姐，这四个里面哪一个是刚刚那个文章里面比较符合的？第四啦。第四吧，对，第四。第四。第四啊。好，那个美丽还有第二题，继续努力，再念一次，然后再选一个正确答案。手机可以摸到吗？这样哈，要是bilak ka ano ni？ 第二的呀。第二。Ngayan bi kensiyagan dengdungan sejak ngan kya sejak ka babaw dahakan sayang da。我这一直在转来转去哦，对不起。这个大哈黑一。Karena ana manu uda kendesaan pelayun tenhmuku ka utuh ludan. Terus ini bi betetuk ngada yang ha. Ini bi petetuku biyak na petekelahangan kengkingan
Utus sejak gaya Rodan. 4, niqan wana naqih bi dengan lungan ka sejak uri. Bitakin ha. 对啊，选一个，第几个？这样哈。第一呢后。Yep, sau đi sai xe. Từ sai của xe. Từ cái hạ cơ. Cái hạ này. Từ cái hạ hả? Ừ. Cái hạ.这个好。那等一下，我先看还有谁没得到书？金美丽吗？对，金美丽，还有那边哦。哎，志祥，那个什么，志祥还没有拿到书哦。志祥前面好像有回答，他是一直念。哦，那下一篇，志祥在线上吗？志祥先生离开了，那我们还是保留给男性。我看一下，到時間得到個。烏感呢？烏感林世康。你同時間得到個。还没到9点半。哦。那个。我念吧。没关系啦，你就慢慢那个。如果这边真的来不及，那边就先暂时不要。李世康换你念好吗？好，谢谢。好。Terkingan, wana kekela lodan ka hancian gaya lodan tak. Terdaha, ana ini pulu gaya o ida ini pakan qihun ka utuna. Tertelo kentamaan ta utuh lodan o ini pendekat sau kentamaan Kristo. Terspat ana ima kelegan sejak o duma na nakanikan utuh na. Ini. Mana iya. 是吗？루다가 한니치가야 루다스다. Keingat. Keingat. 答案是哪一个？答案就是1吧，是吗？这个多了，还有第3啊。kedua semua. Kentamaan tak utuh lodan o ini pendekat sau kentamaan Kristo吗？第3个吗？第3个。好，你的答案是什么？第3呢？哦，好，答对了。好，那继续下一题。好，第二题哈。继续啊，林思康。继续啊。怎样？第4个，第一个penyahan bi pusuk lodan taka alang berenuh leyahun haidau. Kedua, pah utuh tama bubuni kenkingan kenhalan utuh lodan ka utuh lodan. Tero, ana kenuan, ana inu, ana ima, kedua semapuh demulun utuh lodan kana. Terspat tahmuku utuh lodan o wana ita alang sejak troku nanak kia. Kita. 好，第几个？其他同学帮忙回答。好像第2呢。答对了，好，谢谢你。你那个我好像没有你的那个资料，你再私传给我哈，在 FB 传给我你的那个
要寄收的地址跟电话哈。好，谢谢啊，谢谢。好，那下一个我们给一个女生，因为刚刚第一阶段好像女生比较多，没关系，我们请彭真玲老师好了，刚刚有帮我们导读下页嘛，但是还没有领到书的人。这一题哈，2题哦。好难哦。大家可以karena anak manu kedesan oh ini pelai terhemuku ka utuh laudan. Terkedah terhemuku utuh laudan ka duma ita sejak teruku sayangna. Tergetero pusu bi terhemuku taka utuh tama hubung tanana. Terkesepat. Anak imat saja ini hari bertegelus bi muda karena gaya. Ini, ini tiga. Kia. 答案是校长。答案是第几个？第一个。Kia。Kia 哦。Kia。哎呀，因为刚刚第一个是吗？第一个 Kia。Kia 校长。没错。他还在看。好，第一个是ini pelai temuku ka utuh laudan sao？ 哦。误会呀。误会哈。对。慢的，我都不敢猜了。第3也不对。那就第2。对，应该是第2。好，答对。好，继续第六题。谢谢。好，第6。好，这个dengan anak kenuan, anak inu semapoh demurun utuh laudan. Terkedah ini angan kedemaan kerisitu ni pesnakun dahaga kedemaan teruku sayang dah. Terkedah anak ima saja bergelus bi muda karena gaya. Terkesepat terketaha hei karena anak manu uda kedesan oh kedua tak mulu nendungan tak nanak muda. 好。Kia ha,第一呢？这个一。第一呢？有同学帮你回答3个。好。第二个对，随便给他。第一嘛，对，答案。第一答对了，谢谢。谢谢，不好意思哈，给他。好，那就下一个下一段嘛。延伸7、8题，还没7、8。丽兰在场吗？丽兰有在线上吗？当然有啊，我等很久了呢。你就不会主动出声了。好了，我刚那个电脑没有声音，我一直在那边瞧电脑。好，换你了。部长，看哈，dengan pitu pernah pusu betunuh ka pusu penyahan lodan tak teruku. Tegadah ini terhemuku utuh lodan ka ita sejak teruku sayang dah. Tisa tegatelo anak kenuan anak inu ini hemut semapoh demulun utuh lodan. Tegat sepat nasi ni kan makuh hemetu gaya oh ini 因为我的荧幕比较小哈。Ini dai pekelak ini sekeladan. 这个 inu。第一然后。是八头。
这个4第4吗？是哦，好像是4哎。阿吉这样不是？哦，这样那个校长，给哈，第几？哦，第4，我选4。第4答错，再请。第4应该呢，那什么看到ini petaka ini 没有天灾人祸是吧？anak kenuan anak ini utolodan ini tahamuku utolodan kita 最简单的那一句啊。这个大力是你。我的题目是个不是读的看呢？哦，那个婴儿，那不是读，那不是读抽你啊，不是扣。到时候我们会再改，那个会在审核会议再那个不是我们再研究改。好，第8题继续。好，这个马斯板哈。婴儿lagi，这个呀，我你给大家读。好，这个不属bika，这个不属bika tama bubu。Kuya, oh ia bisa ungat kita. Matalo kumhadan. Mana matalo kumhadan? Ini ha. Gasumay tanda yun. Aji, meeting ka dake ni wala siguro ngoma. Oh, aw, kingal kuya o Musa senagun daha senaw. Kedua uli ka gaya sayang da. Oh, tiga telo. Misdadih lutut. Mistolong o Peskama Mihay kita do. Peskama hi kika mesuloh kesun. Tiga 4. Ungat senaw ka sapah kuya. Ini kedua saan tekesiok senaw uli. Ino. Ito be tero. Misdadih dut. Dadih dut ni. Mr. Longo. 大家都回答声。这个豆，这样。对，好，谢谢。你。再下一个，梦萍。最后2题哈。那个我们请一个男生好了。都两。喂，一个。今天还没有拿到嘛哈？没有关系的。哦，好，那你帮我们念完这个，然后帮我们选一下。Mengalir terkingan so udam stelong raya keska kena udus taga kuya ho kedua mangal uli kedha kuya ho makada be teminun ni paucin kuya ho makla be teminun ni menda papatas na kelas do kedua Musa senagun tertelo ungat senaw ka sapah kuyoh o ini usa teksiyok sapah kingal kuyoh hika senaw terspat meneda papatas na kelas o ajim puso bikiya. Cái gì nữa không? Từ hạ. Nghe ha.第2哈。好，那好，那这个呢？好，下一个题目。Senaw o ia bisa ungat berihan. Terdah.
mahal lima hengkawas daya teruma ka baka pesetemegan hengkawas tegetelo tegepusu bika tama bubu mendua bi temegisa lelakian respat kuli lutut senau menerima ni lutut kuyuh menespat ka risau ni ua o aji pesetelengun nak. 好，谢谢。第一呢后完了呀。呀比3吗？还是4？ ngon hari wah. 3还是4？第几个？是3吗？还是第4？第3吗？第二。第4哈。第4嘿，嘿。好，谢谢。下页。好，再下页。看。这个因为我们时间上的关系哈，我会截图，然后丢在 FB 上面。经那个我们布希校长已经送出5本书，所以这3个题目的话，还有5本的机会。那你们如果说有什么想法的话，欢迎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把题目跟你回答的写在下面，然后私讯给我，那我会把你们所有的那个给布希校长看，由他选5名。来送书，这样大家有清楚吗？清楚。清楚哈。好，先等一下，我先截图一下。谢谢。截图。我有意见哈。这个什么报道呢？而且祖灵记呢，不是生命礼俗那种，是一个信仰，不是生命礼俗。生命礼俗是到。So the down ta so pauda oli ajo semalu sama tole semgasu temu kuyole 所以你看生命礼俗这里是中很多都那都是你好个那个一大透过那个主灵祭神那个主灵祭神一大透过木埃巴利神这个文献里面都有，所以主灵祭有能够你好讲，所以但是我们多古的名字叫做木埃巴里，这个是在文献里面都还有很多的证据，所以我想这个是好像说我们有这个祭典啊，这个记忆哈，我想说。这个文章那个阿吉古说那个，但是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路灯的生活里面，那个是什么乌托路灯呢？哎呀，没巴林是个路灯，路灯呢，pas niang hay ka, kika serngau balik dia ko, ungat ka maksun ungat ka curing yasa mulai balik sango. 可能公他受鞋子在透过鞋子啊，公他们在买巴里都都没多弄了，都没什么不那么洗脑的，所以我们是感恩呢，感恩去这个圣达这个圣达买巴里，这个圣达喏，那是说那个这样的阿吉生命的说个那种信仰那种传统信仰。 你呢？而且生命礼俗是不好像说好像怎么样的我卢登的留给我的信息是这样的，因为卢登那个时候我们在研究这个记忆的卢登是比较碎石记忆了什么生命礼俗那个这个。 因为日本人不懂得我们的木埃巴林这个意思，所以他们讲说我们的动作很像什么波多人，但是不是感恩，
是感恩，为了我们去年所收的东西很满的，我们只有摩耶巴里在感恩他，在那个感恩他，不是说像现在这样，像刚才说什么波多罗丹之类的敬拜，什么样，的多罗的头目都，我们那个是我们嘎亚比较牛。我的意见看这个文章是不是要重新在生命礼俗，应该不是讲主灵祭的事情了。生命礼俗那个，因为生命礼俗主灵祭就讲这里的话是信仰的传统信仰的表现，不是说生命礼俗。生命礼俗是不是这种的形态出现的？我的意见呢，就是这个，按照卢登有给我的信息是，没有什么波多罗的那种，但是真是有那个动作，说要感恩，我们心是感恩，不是敬拜啊，这样。好，谢谢，宝贵的意见啊。好，那个布喜校长的到这边为止。那个我们先请我们理事长来做结语好吗？好，把那个收回刚刚的那个分享画面啊。好，ane bilabang ha kini pakta matalo tokis ka betakta sayang kini madu baleka selahayan ta kini habalo balai mswai uli ajo iyok mtabo kini magai suyang balai saunika kengkila koli spatas aja koli saunika kendesan saunika kengkila kendesan taita truko yasa mereka kali pushi 校长哈，每一个人的背景，每一个人的所看见的像秀林乡可能在万荣乡，那每一个跟tinga alang suno ini hari pelika ka bahangan tau le ini hari pelika so pusu khau ni hau pusu betunu hau你个旁干了，跟一路个去巴雷，跟你我们还是多去听看看哈，慢点，跟没有所谓的，一旦我们这个咖喱味没有所谓的对错了哈，我们一直这个咖喱药牧师哈，就是mulut sau ni ka咖喱肉蛋，跟你要说ini pelika ka anu le so 旁安打好，旁安打的可能在写的过程当中的就比较有自己主观的想法了哈，我想这个都可以经过讨论的的说很多嘞，我们再改变或者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写哈。好，我还是有提供意见，很抱歉哈，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留给罗丹的已经有记录下来的，不能变动。就比如说两多股。是白石山呢，是七来山，我们的圣山是七来山嘛，有一个后尼在那边嘛。那白石山是多罗湖跟太阳主是一个白石山的这个大家呢，这个大家呢，他们是太阳主的嘛，所以不要说把我们的都否定，留给我们罗丹的都否定掉。我是提醒各位说。这个老人家留下来的，这个神话故事，特别是白石山跟奇来山这个白石山在文献里面文献是白石山是泰尔族的，奇来山是太鲁阁族的，这个分别的很清楚，不要是很含糊的，把这个定位界限呢。不要说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听到是这个，那我们要告诉他，我们的是如果是这个，我不愿意听到说很含糊、很模模糊糊的，没有界限，因为我所得到的信息，从日文的文献，从日本的文献里面，从这20几年，台湾那个都鼓励啊。ingat kalau nula hai kalau mula cakap honang
我们有6的，那他们也一样的告诉我，不要说分那个乡南部西部这个不要这样。我的想法说，我们太鲁阁族是整个乡，不是只有秀林乡、万隆乡、左溪乡的一部分，这个都是太鲁阁族。我们一定要讲清楚，我们不能说南部是有这样的声音，所以我们用南部的声音的，不是那个是语言，部落语言的多点，就像信仰这个部分，说文献这个部分不能改的。你不管是在泰雅族，不管是你在万隆乡、左溪乡，如果你是太鲁阁族，你一定要划清界限，一定要清楚这个是哪里，这个是哪里，这样。我是站在老人家的立场所以我所接受的就是日本的文献，那些鲁丹说的，因为那个补习这个补习也是还有鲁丹呢，对呀。所以我是比较强调说，我们太鲁阁族的立场、信仰、传统信仰跟一个礼俗的问题，一定要持住，不要说我们也是那边的啦，我们也是那边的，那我们教育小孩子以后都没有希望了。就好像但不是的太鲁阁族泰雅族也是你在干那儿，或者是他们三个拉给的，我们是传统传承，你这三个不是把它喊了，你这三个我而且拉给多，只在我们那现在东西，所以你在说你，所以这你不要想不是把它喊，而是这确定马努这样，也喊。很抱歉，理事长好 ，OK， 你马杜巴雷牧师，马杜巴雷，你稍微读门难很好哈。谢谢牧师。给你咱们也同一时间我们明天第一场是那个基鲁牧师给你他分享那个我们的太鲁阁事件的重要人物了给你第二场是简正雄主任从音乐的角度把乌亚斯多布给你来剖析整个构音的文章我想这个那个咖喱木说呢，我们就是互相学习了给你就像有些就像易阳牧师讲的，该坚持的还是要坚持了给你至于那个写的状况怎么样嘛，还是真的是大家互相学习一档好，给你3个是不是打开一下我们的开一下麦克不曼伦呢？荧幕好不好？我们来照个相谢谢。来，朱部长，我们来照个相做一个完美的 ending perfect 的那个 ending Semua kait dulu kuki dah. Suyam Handan, Handan, saya tidak surat ini. 来打开一下打开一下荧幕大家一起来照个相。surat ni来，你们的荧幕有看到吗？有，你看，有，那还teruan的时候给。Betul ada kali taita。今天非常高，谢谢这个校长。好了，这会儿我到3张了。牧师，但是那么懒，那个理事长，我公安路。Malu dengan dengan suah. Ya, mohon sebagai ilmu dan ikan balik Sony. Yo estamos ini ya. Bueno, vale va. 好，谢谢不用保小老师，我明天不线上。谢谢。好，没关系。我要上课牧师晚安，校长晚安。好，晚安好，谢谢大家，谢谢校长，谢谢喽。来大汉喽，他们都嘞。他们都嘞哦。拜拜。拜拜。saya tahan。辛苦了搞得我就可以啦，今天还算很顺利呀。对，都是靠你啊。没有。
这样的哈，那我明天晚上在家做。对，你在家里听听啊，那这两个，这个啊，然后这是我们之前做的家庭纸本，我要放大，对，不要重新印。哦，谢谢。对，真的。我们的老师，你们看啊，这边。好，谢谢啊，你完了，你赶快，然后你慢慢开。好，我帮他开啊。这个，你慢慢开啊。再见啊，谢谢啊，好。哦，这个。辛苦了哈。你不要过来了嘛。